這毒品有影是危害着社會。來看這彰化市呢，頂禮拜六一日是發生2件食毒塞車的這個車禍意外，造成2個人死亡，也有3個人受傷。即馬彰化的警方是來大執法，到目前為止已經查到13件的食毒塞車。除了是掠這個毒駕，這警方呢頂日啊嘛佇彰化的河尾去查到一個毒品的分裝場，對源頭去甲掠。檢警為厝內超出一罐，攏是製作送死分段的毒品原料。彰化警方頂日啊查到一個毒品分裝場，竟然就藏佇咧出租套房內底，現場超出1級毒品海洛因、2級毒品安非他命加依托米酯。在彰化市三中街一處這個出租套房內起獲這個蘇絃，然後並在套房內然後起獲相關的長時間彈成品20餘顆，然後本案依這個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來依法偵辦。彰化這個月到目前為止發生3件重大食毒塞車的車禍事故，攏總造成4人死亡，8人輕重傷。彰化警方23開始全面大執法，目前已經查到13件食毒塞車案件。彰化地檢署嘛和警方聯手嚴格查辦食毒製毒的違法行為。那在這2天的專案勤務實施當中到今天為止總共查獲的13件的毒駕案件，我想我們一定會繼續來實施。在起訴之後，還有法院審理的階段呢，我想檢察官這邊也會看個案的具體狀況，來向法院請求這個具體求刑，那請求從重量刑。檢警表示，目前毒品危害上嚴重的也是以2級毒品依托米酯為主，食依托米酯可能會在10多分鐘內意識到開始無清楚，發生掠取的行為。檢警會繼續加強處理食毒塞車，加追查毒品來源，建立毒品防治的安全網。記者楊淑靜綜合報道。